那他说了就赖，赖了又要跑，这就是这种家伙嘛。我就说柯文哲是典型的俗赖，贪的贪也好，贪污的贪也好，柯文哲反正他通通说过，那他说了就赖，赖了又要跑，这就是这种家伙嘛。我就说柯文哲是典型的俗赖。柯文哲，你要说中央执政有哪里做不好，哪里甚至有贪渎，你都可以说你跟我们全国2300万民众一样，你有一个起码的发言权嘛。可是你好歹你要拿出一些凭证啊，你不能无端指涉啦。我觉得柯文哲一向靠着造谣生非来颠高他自己，但是这一回柯文哲你会踢到铁板，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够了啦，够了，你够胆，那你就出来挑明嘛，你讲哪一个官股银行嘛，他们贪了哪一笔选举费用去分摊了哪笔选举造势费用去贪污了哪一笔不当得利，你讲嘛，不是这样吗？那要不然你不但是道听途说而已柯文哲很多你是谣言制造者柯团队已经成为谣言制造中心会无好会啦，会了也是白会啦因为他们3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个人认为啦是貌合神离，各怀鬼胎嘛。那导致那个郭台铭跟王金平，人家他们过去有一阵子相当时间的往来嘛，他们之间还多少有一点了解跟互信的基础。那柯文哲就一路狡诈，一路骗。柯文哲的基本人格他的政治性格是不被信任，是受到质疑的嘛。其实这也是两个党的总统候选人到现在为止要解决，就是说不是计算说怎么选胜利比较高，而且人家讲是说，如果你来做，台湾会好一点。那你说什么叫台湾好一点？这2个原则嘛，台湾的整体利益还有人民最大福祉。我发现不管国民党或民进党，一直到现在为止，每天都在算说怎么做，然后怎么操作这个总统大选的获胜率会比较高。问题是你们赢了对台湾有好处吗？这才是问题。你要讲说你们继续执政，台湾会更好，讲得出来，这才是重点。每天都在想说怎么做选举会赢，这好像你选赢了，我们做苦日子有什么必要？好，谢谢。台铭才是你心目中最好的人选，这都可以讨论的。不然大家讲，如果以选举的策略考量，柯文哲选胜率最高。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想说怎么做，会最好。国和王目前见面的状况，我也不晓得，这个大概给幕僚去排时间吧。坐下来谈一谈也好了，大家干脆有关的人，大家坐下来直接交换意见，看看大家想法怎样。有没有希望什么时候可以见？有没有希望什么时候可以见面？那到时候是不是以公开的方式，也避免让人家觉得说好像是密室协商？不晓得这个问一下他们，这个就他们要去安排，我是没什么意见。希望谈行的内容是方向。我是没有预设什么立场，反正是谈干嘛？对谈什么长期走向，大家有什么想法？对吧？忧心归忧心嘛，烦恼完以后总是要想想看说下一步要做。每个人都把真的想着好像这个我算计了。我有时候晚上看他扣节目觉得说，其实事实的真相，我是完全没有招死的。南部是有特别讲到，公股银行好像有特别都有一些扣打来帮忙募经费，然后被指说是帮总统蔡英文，然后绿营有要求我们要提出证据，否则要道歉。没有啦，不要老是玻璃心理大对。事实上选举的时候那个有没有那种募款监会，大家要，其实他们就听错，说那贪钱的贪就不贪的贪，那听说贪污的贪，大家玻璃心实在是。
哇，选举到了，你知道吗？主要的这种大的庄脚要去负责那个募款的扩大，这本来行之有年，又不是现在才有。所以你觉得总统现在有听到心碎的声音了吗？没有啦，现在讲这个都没有用。老实讲，这个执政要咬紧牙关，执其道而行。坦白讲，我自己做过以后才知道说，实在是要很大的意志力。